咁呢個日常消費攻略啊，消費券咧就係一種由政府或者企業發放嘅呢個福利券啊，咁啊可以刺激呢個消費同埋呢個促進經濟嘅發展啊。喺呢個日常消費中啊，使用呢個消費券啊，可以幫助我哋減少花費啊，提高購物嘅滿足感啊。咁啊，甚至咧仲可以贏得呢個額外嘅優惠啊。咁以下咧就係我對消費券咧使用嘅一啲心得啦。咁咧第一咧就係呢個預算計劃。咁喺呢個使用消費券之前咧，最好咧就係先做好預算同埋購買清單。咁咧咁樣咧就可以咧避免咧因為折扣咧而買唔到不必要嘅商品啊。咁咧同埋咧可以咧確保咧消費券咧嘅使用咧係能夠最大化節省費用啊嘛。咁啊注意呢個有效期啦，仲有。就係呢個消費券咧，通常咧都有咧一定嘅有效期限制嘅。咁過咗期之後咧就唔可以使用噶啦。咁所以咧喺呢個選擇消費券嘅時候咧就要注意啊佢嘅呢個有效期啦，咁啊避免浪費。仲有呢個充分利用優惠喎。咁啊好多呢個消費券啊都係有其他優惠嘅條件嘅。咁啊例如咧滿額送禮啦，呢個折扣碼等等啊。咁咧喺使用呢個消費券嘅時候咧，其實可以咧注意呢一啲額外嘅優惠嘅喎，咁進一步提高節省呢個費用嘅效果啊！咁仲有一點就係呢個結合信用卡嘅優惠啦。咁有些呢啲信用卡咧會提供呢個額外嘅消費優惠啊，咁啊例如呢個返現啦、積分等啊。咁啊如果可以結合呢啲消費券同埋啲信用卡優惠嘅話咧，就可以獲得呢個更多呢個節省同埋回饋啊！咁啊，例如呢個為配合香港呢個特區行政咩啊？唔係喎，係為配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消費嘅計劃啊，同 BOC Pay 新增綁定消費券賬戶功能。消費券賬戶係呢個儲值支付賬戶下嘅子賬戶，咁啊用於接收和使用政府發放嘅消費券。賬戶支持全程網上開戶，通過呢個 BOC Pay 手機應用程式啊，可以輕鬆咁樣展現啊香港本地合資格嘅商戶同埋消費交易。咁啊，多注意商家嘅促銷啦。咁喺呢個消費券使用嘅期間啊，商家咧可以進一步咧促銷活動。咁啊，如果可以喺呢啲活動裡面結合呢個消費券嘅時候啊，咁啊可以啦，更加獲得呢個折扣同埋優惠啊！咁啊注意啦，消費券使用嘅限制。咁有些消費券咧可能咧係有呢個使用嘅限制嘅。咁啊，例如只能喺呢個特定嘅商家同埋待定嘅商品上面使用嘅。咁啊喺選擇消費券嘅時候啊，要注意其使用嘅限制。咁啊避免出現呢個無法使用嘅情況啦。咁同埋不要過度消費。咁啊，雖然消費券咧可以幫助我哋節省一啲費用嘅，但都唔應該因為有消費券而過度消費㗎。咁啊，還是咧都要根據自己嘅需求啊同埋預算啊嚟購物啊，避免因為消費而買到一啲不必要嘅商品啦。咁啊，同埋多關注政府發放消費券啊。今日近年嚟啊，有好多政府都會發放消費券啊，係愛嚟刺激當地嘅消費同埋經濟發展啊。如果想了解呢啲消費券嘅信息啊，係可以考慮申請同埋使用嘅。咁啊，又可以享受呢個消費優惠，又可以支持本地嘅經濟啊。咁總言之啦，咁啊消費券咧都係一種非常實用嘅消費工具嚟嘅，咁啊可以幫助我哋喺日常消費中節省啦，咁啊提供購物滿足感啦，咁啊但係咧咁啊使用消費券嘅時候咧都要注意一啲細節嘅喎，咁啊例如呢個預先計劃，注意有效期，充分利用優惠，結合信用卡優惠，同埋注意呢個商家嘅促銷。仲有注意消費券嘅使用限制。仲有唔好過度消費等等。咁啊，如果可以改善同埋利用消費券呢，其實係可以享有好多消費券嘅優惠嘅。咁啊，亦都可以增加呢個
理智咁樣進行消費啦，咁啊達到呢個節約費用啊，同埋呢個提高生活品質嘅目的。